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1月28號。截至上週，標普500指數裡面大概有1成半市值佔比嘅企業已經公布咗業績，整體業績溫和跑贏市場預期。其中81%已經公布咗業績嘅企業，每股盈利均超出預期。舒緩市場對美股盈利可能出現增長放緩嘅憂慮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大概80%企業嘅銷售指引都係超出咗市場嘅預期，加上本週公布嘅11月份耐用品訂單錄得顯著增長，整體而言或者預示美國宏觀名義經濟增長仍然強勁。另一邊廂，自新冠疫情以嚟，股票同債券兩者嘅負相關性發生咗變化。美國財政赤字同埋通脹波動性增加，加上聯儲局政策嘅可預測性減低，導致股債走勢傾向同步而行。因此，我哋建議投資者喺傳統多元化投資策略上面，應該考慮添加額外嘅投資工具，尤其是當大市承壓時，能夠對沖大市表現嘅資產工具。根據往績，黃金係少數具備呢個特點嘅資產工具，尤其是當股債負相關性減少嘅時候，黃金表現嘅韌性係我哋持續視黃金為投資組合嘅壓艙石，而非單純策略性交易嘅原因。整體而言，寬鬆貨幣週期同埋財政政策將繼續支持環球經濟增長。我哋嘅宏觀研究顯示，美國正係進入溫和嘅過熱經濟階段。喺呢個宏觀環境之下，根據往績，有利同實體經濟相關嘅行業，包括原材料、工業、大宗商品同埋金融股。同時，能源、基礎建設、鐵礦股同埋自然資源或者可以受惠環球資本支出嘅持續週期。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